好啦，添開心啊！呢隻14倍嘅，當然都唔穩陣嘅。呢幾場復出好似冇季初咁好，但始終唔係跑谷草，大班嘅半掩防三眼袖，以往就係即刻上名啊！當大半掩防三眼袖嗰陣。希望係可以呢個轉場帶俾佢一啲刺激啦。咁複雜而家自然帶到配備之後咧，唔係好快喎。佢係咪刻意留住嚟追嘅咧？嗰集咧就俾唔係啊！呢個配備佢唔快㗎，我 check 過㗎啦。佢眼罩就好啲。OK， 呢場揀咗5號添開心，試兩個閘，一個追一個放，哇跟得好好啊！而家就準備入閘 ，Perry Kinto 個仔，哇落見水即生，仲要排埋內檔。OK， 哇10幾倍啊！而家11倍。OK， 5號、1號、12號 Q，WinPay 5號添開心，哇係咁落飛，13倍、12倍、9倍，睇下跑成點。哇係咁落飛，落到7倍8倍，條 Q 水瓜打狗，睇下點跑。一出閘 ，OK， 隻5仔喺內欄㗎。OK， 而家就係尾5， 6-3撐3， 5號出 ，OK， 呢入邊，哇，嗰隻咁嘅橙帽6-3仲喺內欄第三位，一路都冇位出 ，OK， 喂老鼠班大熱門我唔要，12行先，咦走咗開啦，留翻小位俾5號，好啦，阻住上唔上到啊5號 ，OK 有啦，今日跑呢啲地。12-5 ，OK 5搞掂，52 Q。真係跑翻呢個路程好啲嘅。有賠率啊嘛5號。佢落飛喎。好賠率啦。幾多話7.7。正嘅都。仲有嗰部掉落去。啊7號初出都跑第4。又係我嘅3天尾關頭3。哇12-5 12-5，哇啱啱好影贏你。OK 好，仲 win 俾 Q。好啦12、5號其實初都係冷啲嘅，而家落到7個半。佢睇唔到喎，陳飛臨尾打落去嘅喎。好啦，睇下第7場嘅預計排賽啦，跑第1名5號馬嘅天。OK 5號 win pay， 5號12號。OK 中翻條 Q， 5、6都有嘅。OK。